这里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膝关节手术成功完成；资政边巴次仁在新德里出席专题讲座活动；卫生部长视察康复中心与德勒医院；嘎夏任命驻新德里与日本新人代表；南希·佩洛西出席美国土伯特游说日活动；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出席6·4 37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每周回顾90华诞及慈悲年系列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办公室于本周一6月8号就尊者当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阿波罗医院接受左膝关节置换手术后的健康状况发布最新通报。达赖喇嘛尊者的私人医生次丹多杰医师、丹增慈旺医师、次仁拉真医师和丹增尊珠医师以及尊者办公室的秘书长丹增达拉共同出席通报会。次丹多杰医师表示，尊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康复进展良好，精神状态十分愉快，并感谢阿波罗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提供的全方位照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也于近日前往阿波罗医院探望达赖喇嘛尊者，并通过本台向公众表示，尊者整体健康状况极佳，呼吁民众不要担忧。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6月12号上午从新德里的阿波罗医院顺利出院，并抵达德里的土伯特儿童村学校青年旅社，继续进行术后休养与康复治疗。根据院方通报，尊者于6月8号成功接受左膝关节置换手术，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恢复良好。尊者出院后将在新德里继续疗养，直至完全康复。随后将前往印度东北部拉达克地区展开休养及相关访问行程。此外，享有盛誉的格莱美奖留声机奖杯于上周三6月3号在印北达仁萨拉的达赖喇嘛尊者寝宫正式颁发给尊者。颁奖嘉宾为印度著名萨罗德琴演奏家阿姆加德·阿里汗、其子阿曼·阿里·班加什、阿扬·阿里·班加什及卡比尔·吉尔塞加尔陪同出席颁奖仪式。今年2月，现年90岁高龄的达赖喇嘛尊者凭借有声作品专辑《冥想达赖喇嘛尊者的反思》荣获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有声书旁白与故事叙述录音奖，这是尊者首次获得的格莱美奖。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6月9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人居中心参加了题为达赖喇嘛尊者献给印度的恩师回馈专题讲座活动。司政边巴次仁在发表演讲时表示，恩师回馈象征弟子对导师传授知识与智慧所表达的感恩之情。他指出，若要探讨藏人对印度的贡献，首先必须理解土伯特与印度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纽带。司政强调，土伯特长期以来承担着保存印度古老智慧传统的重要使命，特别是在心理学、伦理学、慈悲精神以及佛教哲学等领域保存了极为尊贵的知识体系。他同时强调土伯特的重要战略与生态地位，并对中国政府在土伯特实施的监控措施、限制政策以及同化政策表达关切。此次专题讲座活动是印度人居中心图书馆与研究中心系列讲座之一，由著名藏学家、喜马拉雅研究与交流中心主席维杰·克兰迪主持，印度人居中心主任苏雷士教授担任主席。包括捷克驻印度大使艾利斯卡博士在内的120多名各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讲座。在结束对新德里的相关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3月10号启程前往德国展开访问，并将参加在柏林、法兰克福等地举办的访问活动。
随后将前往华盛顿特区展开访问。与此同时，作为首次官方巡视行程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新任部长白马错于本周三3月10号，在卫生部秘书长强巴平措的陪同下，先后前往达仁萨拉的拉加日康复中心及德勒医院进行了视察。期间，卫生部长详细了解医疗设施运行情况和探望患者，并与医护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另外，随着藏人行政中央第17届噶夏逐步完成新一届行政团队布局，噶夏于本周公布了多项重要的人事任命。本周二6月9号，噶夏宣布任命现任选举委员会秘书长罗桑丘扎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及东亚地区办事处新任代表，并将于今年9月28号起正式履行。同时，噶夏于本周四宣布任命前驻拉丁美洲代表吉美次仁为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新任代表，并将于7月28号正式履职。此外，安全部秘书长噶玛仁钦于本周四6月11号正式就任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原秘书长噶玛曲英将调任教育部担任秘书长。另外，长期支持土伯特自由事业的美国众议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于本周一6月8号出席了在美国国会山庄举行的土伯特游说日招待活动。为期2天的年度土伯特游说日活动由国际声援土伯特运动主办，并获得北美各地藏人协会参与与支持。超过225名藏人青年与支持者齐聚华盛顿特区参与游说活动，呼吁美国国会通过确保土伯特未来法案。与此同时，马萨诸塞州藏人社区代表也于本周一出席了美国前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追思纪念会。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俱乐部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藏人社区代表向弗兰克议员的丈夫吉姆·雷迪及其家人表达了哀悼和感谢。弗兰克议员于今年5月19号在美国缅因州逝世，享年86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于6月1号至5号期间出席了在纽约及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多项6·4天安门事件37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代表藏人社会向为自由与民主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致以深切哀悼和敬意。6月1号，次成嘉措在纽约出席了由北京之春杂志社、中国明年、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及中国自由民主党联合主办的6·4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研讨会，与会者围绕6·4事件37周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16周年及文化大革命60周年等历史议题展开了讨论。次成嘉措在发言中表示，6·4事件展现了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和公义的追求，也反映出藏人与汉人在中共统治下共同承受的苦难。他指出，1989年拉萨和平示威同样遭到武力镇压，并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与刘晓波2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对自由、人权与和平的坚持，应继续激励所有追求正义的人们。6月3号，次成嘉措出席了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办的6·4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特别邀请了藏人研究者加洛先生，就1989年6·4时期藏人社会的视角与亲身经历发表演讲，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而独特的藏人见证。6月4号，次成嘉措先后出席了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举办的6·4 37周年纪念活动，以及由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办的6·4烛光悼念晚会。他在活动中感谢相关机构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持续支持6·4纪念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和组织在过去1周继续通过各种活动进行了庆祝。
位于印度北阿坎德邦德拉敦的藏人志愿游说团体于上周六6月6号至7号在当地太平洋购物中心成功举办了首届雪域文化节。本次活动由太平洋购物中心和土伯特博物馆等团体共同协办，为期2天的活动将土伯特文化带入城市中心，吸引了大批当地印度民众参与，并获得广泛好评。与此同时，作为慈悲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支持下，比利时鲁汶的加亚洛佩土伯特文化学校分校举办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生平的图片展览，而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根特等地的分校也分别举办了相关展览及庆祝活动。与此同时，为纪念世界环境日和慈悲年，印度北阿坎德邦德拉敦藏人社区90华诞组委会于本周开展大规模环境清洁行动。当地藏人社区对太平洋高尔夫庄园沿线道路以及拉杰普尔至穆苏里整段公路进行了全面清理。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最新讯息，欢迎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